继续来看民众党的政治现金的争议，佮继续在看烧。金山总干事黄珊珊和中评会停权，原问题是爱伊负责善后小组，也毋过党内有人质疑讲黄珊珊是球员兼裁判，又佮有风声讲原问题要组成第三方公正小组，全面来查销。官办是表示讲会找第三方公正的会计师来查核签证。 独派团体台湾国透早起国问题引导头前喷油漆抗议，民众党主席国问题政治现金争议要继续来谈。民众党中评会第2大决议，甲迄当阵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停权3年。不过黄珊珊向停权，还佫继续负责善后小组查销的工作，也叫党内质疑是球员兼裁判。即嘛传出国问题按算要做第三方公正小组专门来查销，避免危机扩大。 主席现在是不是没有要让黄珊珊来查证，要找这个第三方的单位呢？迄若公正第三方的人士，去用点名的，包括前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、前民众党立委张基乐、罗香玲、台湾会等人，或者是专业会计师事务所、社会上有公信力的人士等等。台湾民众现在都说是一人政党嘛，哈，那就要看柯文哲怎么说了。我是没有接到柯文哲任何电话，看他到底。 是想要怎么做啊？总不会只是找我们来背书啊？我们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党职嘛，我没什么身份跟特别的角色可以做这种事啦。因为过去不是也是有这种财务监督什么委员会那种东西啊，等等啊。那我觉得就是循以前的那个模式，看下怎么建立。党中央回应讲，无听讲要找谢立功、张基乐、甲台湾会来做第三方查证平台人员。 不过未来确实会找第三方公正的会计师来查核签证，也强调讲这个举动不是要排除黄珊珊。他会领导善后小组，先把现阶段的这个查证的工作先做完之后呢，他同时间呢也会委请第三方来做签证。也若国问题因牵手等飞机，顶一大讲到有关龙头公司的代志，台北市联谊决议，等司法侦查结果出来了后，再个讨论。 不过，单飞机去看意外的厝，嘛受到大家关注。谢谢看房子的事情，要不要澄清一下？因为外界质疑怎么会去看1.2亿的豪宅？单飞机伫人民册发文证实，最近这3、4个月确实有去看厝，价销差不多是1亿2千万左右，而且真久以前都有按算要换厝，上接去看的都是林记家，因为迄块地的巷仔弯弯弯弯，记者要找是较好找，生活嘛会较自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